好，来继续来到云林北港天空之桥的附近，这生态丰富，请真侪乌手来做秀。即摆是乌手的生态期，乌手会来保护着鸟仔囝，所以只要有人或者是动物来经过，因就会来攻击。讲最近就袂少的民众骑乌多摆经过，乌手拢会飞冲落来，来剁这个奇士的头，这画面是真趣味。乌多摆伫骑，头壳顶有对兵，两只乌色的鸟仔伫头壳顶咧飞来飞去，而且速度真紧，有时过冲落来，对伊安全帽就剁落去。飘一个啊！一开始会紧张啦。互人真紧张，两只鸟仔找机会轮流剁伊的头，加在有戴安全帽啊，无受伤，骑真远才无搁对。行人被大卷尾攻击，大卷尾就是我们俗称的乌秋鸟。我拢嘛要对拢为只袂着哦，拢乌手拢会一关灯啊，突，安尼啊，拢袂要紧，还无要紧啦。这款鸟叫乌手，伫云林北港镇挖天空之桥附近出入。李长讲，可能是因为天空之桥景点绿美化、生态改善，乌手来遮做秀。是讲最近袂少人和乌手抵触，有骑倒摆人因为累残受伤。因为它筑巢的地方常常也都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啊。如果说有其他生物，我想不只是人啊，就是有其他生物非常靠近它的鸟巢的话，那有些个体它其实攻击性会比较强，它就会出现于画面中，然后会去驱赶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专家讲，乌手当年3月到8月是因的生态期，中华道乡亲翕到乌手伫电线顶做秀，饲4只囝。落大雨的时，大只会搁天生，替这鸟囝杂雨，互人真感动。嘛，因为要保护鸟囝的关系，所以讲只要有外来动物也是人挖进鸟仔秀的范围，伊就会开始变面，想尽办法要将人赶走。所以讲，专家提醒讲，若要经过乌手做秀的范围，骑乌倒摆骑脚踏车，就要戴安全帽啊，行路嘛要戴帽啊，唔通用手去赶，迄嘛无效，赶紧离开现场就对啊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